全冒險家慈善定向賽就係由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主辦啊，而且係連同咧就係觀塘民政事務處合辦嘅，係有過千人參加嘅。3、2、1。今次我哋比賽咧，以呢個探索每一步、點亮每個家為主題，令到我哋嘅參加者透過呢個定向賽，體驗我哋嗰啲病童家庭嘅闖關嘅精神。觀塘區嘅家舍咧，應該係亞洲區數一數二嘅。入邊咧有為病童提供咗適切嘅居住啦，同埋生活嘅環境，係幫到好多病童咧克服病魔。麥當勞叔叔之家嘅攤位咧，都有幾個戰勝病魔嘅勇士嚟嘅，重新揾到自己人生嘅定位。玩轉觀塘冒險家電話正式開始！哇！今次活動咧係由觀塘民政事務處、觀塘及九龍灣商貿分區委員會同埋觀塘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合辦嘅喎。麥當勞叔叔之家呢個硬件俾到我哋一啲方便之外，其實裏邊嘅員工俾咗好多愛，俾咗好多支持。咁我覺得係每次諗起都好感恩，即係多謝你哋。